昨天晚上梦见我开了一间店，贩卖一些咖啡，还有一些甜点，材料非常新鲜，价钱不会太贵，想找我就在菜市场的旁边。而我慢慢发现，这需要大智慧，面对新的世界需要一些新口味，态度应该正面，用快乐去调味，希望每道餐点都能够完美。我们在市场交换苹果，可能还需要奶油香蕉，你有没有？谢谢你送礼物给我，你喜欢吃什么？我请客交个朋友。哒啦啦呜，肚子饿的时候，别暂时补充温暖幽默，再开新餐厅，理由很多。我慢慢发现，这需要大智慧，面对新的世界需要一些新口味，态度应该正面，用快乐去调味，希望每道餐点都能够完美。我们在市场交换苹果，可能还需要奶油香蕉，你有没有？谢谢你送礼物给我，你喜欢吃什么？我请客交个朋友。哒啦呜，肚子饿的时候，别暂时补充温暖幽默，再开新餐厅。这是梦，可爱的梦，我一定会记在心头，记得你细心对我。我们交换苹果，可能还需要奶油香蕉，你有没有？谢谢你送礼物给我，你喜欢吃什么？我请客交个朋友。